同珠海嘅深珠通道前期工作有望今年內啟動。根據官方早期嘅工程討論，深珠通道跨越珠江口，連接深圳前海至到珠海高新區，位處深中通道同港珠澳大橋之間，規劃為大灣區內第一條公路鐵路複合通道，兼備高鐵、城際鐵路同高速公路功能。其中高鐵全長超過80公里，性質連接深同珠海嘅深珠通道前期工作有望今年內啟動。根據官方早期嘅工程討論，深珠通道跨越珠江口，連接深圳前海至到珠海高新區，位處深中通道同港珠澳大橋之間，規劃為大灣區內第一條公路鐵路複合通道，兼備高鐵、城際鐵路同高速公路功能。其中高鐵全長超過80公里，性質連接深